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北莽作为能和黎阳争天下的王朝，整体的实力极强，不仅有100万骑兵，北莽的武道高手也不少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北莽的10大高手。第10位，剑气劲黄清。剑气劲黄清是齐乐乐府当中剑府的府主，是北莽屈指可数的剑道宗师，曾经一剑光寒北莽13州，佩剑是北莽的第1名剑定风波，在北莽针对徐龙象的围攻中第一次出手，压制了当时还未突破进天象境的徐龙象。徐凤年赶来后，替徐龙象硬扛天雷，黄清抓住机会想要偷袭徐凤年，结果被进入天象境的徐龙象给一拳锤死。第9位，半面佛慕容宝鼎。慕容宝鼎是和李当心一样的大金刚境，绝技是保平身，防御力极强，被公认是擅长防守不擅长攻伐的人，所以在武平上的排名一直不高。其实他是北莽最会隐忍的人，一直在隐藏着自己的修为。当时和种良联手，在青苍城对付徐凤年的时候，慕容宝鼎都没拿出自己的真实实力。作为北莽女帝的堂弟，慕容宝鼎是外戚第1人，是橘子州的持节令。据北城驿战中，慕容宝鼎对上了柴青山和韦淼，被韦淼在将死之际给打成重伤，之后便不知所踪了。第8位，洪敬言。洪敬言在新武平上排第4，被王先之认为是未来江湖的杠顶之人。只可惜接连败给洛阳和徐凤年之后，洪敬言心境大跌，境界一直停滞不前，再加上太过在意庙堂上的事儿，想要超越拓跋菩萨，导致他一直活在拓跋菩萨的阴影下。成为柔然铁骑共主后，在龙眼儿平原杀死齐当国，随后被愤怒的徐凤年追杀。原本在这生死时机，洪敬言有机会找回心境，突破境界，结果徐凤年没给他机会，冒着被拓跋菩萨重伤的代价，强行给他击杀。雪中悍刀行北莽10大高手。第7位，段毛邓茂。邓茂在武平排第9，这个名次有点低。洪敬言曾说过，耻于在慕容宝鼎之后，羞于在邓茂之前的话，能够让骄傲的洪敬言都认可他的实力，可见邓茂的真实实力极强。手持段毛的他养气蓄力了20年，当年曾和枪仙王秀战斗过，惜败给王秀。洛阳出事后，邓茂曾跟随了洛阳一段时间，对洛阳有着爱慕之情，不过却从未说出。据北城驿战中，对上了同是大天象的轩辕清风，邓茂弃毛后舍弃一生修为，使出可杀陆地神仙的一击，重伤轩辕清风后被轩辕清风杀死。第6位，太平令。北莽太平令类似于黎阳原本熙一样的人物，当年离开北莽，在中原隐姓埋名游历了20年，将20年在中原的所见所闻带回了北莽，成为了北莽帝师。他的谋划布局了整个天下，境界也疑似达到了陆地神仙。不过两莽大战中，北莽终究是败了，之后太平令也失踪了。第5位，同人祖师。同人祖师本是镇守天门的仙人，当年吕祖过天门而返后，将他打落人间，成为了狄仙人，有着陆地神仙的修为，在北莽隐藏着自己的身份，极其痛恨吕祖。在北莽女帝的安排下，和黄清一起袭击徐龙象，在徐龙象渡天劫的时候，遇上齐宣真的残魂，被他随手一丢，丢到了广陵道找黄三甲去了。第4位，袁青山。袁青山是北莽道德宗的宗主，修成了一气化三清，修为早早的就达到了陆地神仙境。本尊一直在外云游，留下了3尊分身护住北莽，后3尊分身先后被灭，本尊在外收了赵柱为弟子，在了却了徐凤年和赵柱之间的情分后，选择了飞升。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北莽的江湖虽然没有黎阳那么昌盛，但是武道高手也不少。那么在北莽能够排进前3的高手有哪几位呢？第3位，洛阳。作为800年前的大秦皇后，这一世的洛阳在觉醒之前是齐剑乐府山剑卿黄宝庄，觉醒后就成为了北莽魔头洛阳。击败洪敬言后登上武平第4，先后对战拓跋菩萨和邓太阿都打成了平手，一人将整个北莽给杀穿，杀到了北莽的皇室之前，直到拓跋菩萨出手才拦住他。虽然是大天象境，但是一般的陆地神仙都打不过他。据北城驿战当中，一人独守一座城门，硬扛北莽铁骑，不曾后退一步。第2位，呼延大关。北莽最为特殊的存在，一人一宗门的呼延大关可以说是顶级天才了。不怎么专心武道的他，轻而易举就达到了天人境界，是后期的4大宗师之一，前世是大秦皇帝的影子。如果呼延大关对武道上心的话，北莽第1人的位置就不是拓跋菩萨的了。第1位，拓跋菩萨。武平排名第2的顶级高手，在当时只弱于王先之。身为北莽第1人，拓跋菩萨也是武夫正道的陆地神仙，曾和借鉴李淳罡进入陆地神仙境的邓太阿打平，和洛阳一战将其逼退。后期的4大宗师当中，拓跋菩萨的心境是最差的。当年追杀徐凤年的时候，曾经差点被徐凤年反杀，还被南宫仆夜的19庭给逼退过。心境受损的他，即使后面接受天人馈赠，进入了天人大长生境界，依旧被徐凤年给打到生不如死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